隨住電子商貿發展日益蓬勃，唔少港商都希望透過電商渠道進軍內地市場，但往往因為對內地電商運作唔熟悉而卻步。有見及此，香港貿發局設立香港設計廊內地網上店，希望解決港商嘅疑難。香港設計廊內地網上店嘅目標在於提升香港本地同代理品牌嘅知名度，為港商提供拓展內地市場嘅便捷途徑，從而吸取內地電商實戰經驗。現時香港設計廊設有2間內地網上店，包括實行跨境電商嘅京東國際海外旗艦店，以及行使一般貿易嘅淘寶企業店。店鋪匯聚豐富多元化嘅產品類別，涵蓋食品飲料、個人護理產品、小型家電、服裝配飾、文創禮品以及銀髮產品等等。香港設計廊夥拍營運商管理店鋪，設計廊團隊會同供應商溝通，安排商品進駐，策劃推廣活動，進行頁面設計。而營運商就會監察店鋪嘅日常運作，同平台溝通，處理消費者嘅查詢等等。設計廊提供一站式服務，由頁面設計、客戶查詢、宣傳推廣、存倉配送，以至貨款管理都一概包辦，而且唔會有額外嘅收費。頁面設計方面，我哋會為商品設計詳情頁，令消費者對商品有詳盡嘅了解。而全天候嘅客戶服務涵蓋售前促銷、協調交易以及售後嘅訂單管理同客戶支援。內地網上店全年無間斷進行多元化嘅推廣，積極參與銷售平台嘅節日活動，例如618大促銷同埋雙11等等。設計廊亦會推出店鋪優惠同現金券吸引顧客消費。站內推廣方面，我哋會採取關鍵字搜尋、產品推薦廣告、店鋪自播、種草以及推出好物排行榜。除咗銷售平台上嘅宣傳，我哋亦會投放抖音信息流、微信社群以及邀請直播達人介紹各品牌嘅優質商品。社交媒體方面，設計廊設有微信公眾號同埋微博專頁，發佈網上店嘅最新消息。另外都會透過短信推廣店鋪優惠同活動。除咗線上宣傳，設計廊會喺各大展覽進行展示，務求令廣大消費者同買家認識我哋嘅品牌，爭取最大曝光率。倉務物流方面，我哋會處理商品存倉、訂單管理以及配送安排。介紹完設計廊嘅服務，係時候講下進駐我哋內地網上店需要嘅文件。參加京東國際海外旗艦店嘅供應商需要持有香港商業註冊證、香港公司美金銀行賬戶、中國內地以外地區嘅商標註冊同檢測證明，而產品上亦都要附有國際條碼。而參加淘寶企業店就需要香港商業註冊證、中國內地公司營業執照、銀行賬戶、商標證明以及產品合格證。稅務方面，喺現行機制下，透過跨境電商進入內地市場無需繳付關稅，而一般貿易就會根據產品種類徵稅。參與京東國際計劃嘅供應商會喺香港發貨，並以香港公司銀行賬戶進行美元結算；而參與淘寶店就會喺內地發貨，並以中國內地公司賬戶以人民幣結算。最後去到計劃收費，設計廊內地網上店嘅參加費用全免，回款率分別係京東國際店嘅50%以及淘寶店嘅85%。扣款已經包括銷售平台扣點、推廣、物流同埋營運等等嘅費用。有興趣參與嘅香港企業，請即透過熒幕上面嘅 QR Code 或者電郵地址同我哋聯絡，期待大家嘅參與。